所谓身份证明年伫新竹市要进行小规模试办，不过议员甲人权团体就召开记者会，认为讲试办的方式拢无讲清楚的情形之下，互新竹市民会变做是试验品。新竹市政府伫下晡也发出紧急声明，也强调讲，若阵中央无法度解决资讯安全记录，也希望讲试办的活动会当停止。内政部也回应讲，相关的办法也当在研究，也会办活动用奖金谁人来遏制资讯安全风险。针对所谓身份证治安的疑虑，内政部长徐国勇找行政院政委唐凤做伙背书做网络直播，强调政府袂偷入民政片的资料，嘛会提供奖金开放治安的测试。也若所谓身份证按算明年1月份就会伫新竹市试办，不过也受袂少民众对新型所谓身份证无啥了解，唔敢试用。因为我对新式身份证的一些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应该是还不会去办。那这样小型的规模示范可以足以代表全台湾人市民吗？那我还有第3个疑惑是，假设示范是未来开办的前哨站，那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愿意当试验的白老鼠。25新竹市议员甲台湾人权促进会开记者会，反对新竹市试办所谓身份证，烦恼新竹市民爱负担治安的责任，袂输互当作白鸟饲去予国家试用测试治安，而且若无领所谓身份证，可能阁会失去投票权。立即停止示范 EID， 新竹市民拒当白老鼠。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民，甚至是我们的全国人民都会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数位主机都会被收集处理利用。有没有相关法律授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专法来规范的。人权团体质疑讲，试办的方式，内政部也未甲新竹市民讲好清楚，嘛无法院的依据。针对这点，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表示，新竹市试办的计划也伫研究当中，有路的部分等确定了后会阁公布。新竹市政府25下晡紧急发声明表示，会以市民优先、治安第一的原则。若是中央无法度针对治安的安全来说明，市府会倾向暂缓来试办。对，详细的示范计划还在研拟当中。为了解决外界的疑虑，内政部会在明年3月份推出赏金拿人的活动。第一阶段会邀请国际有名的治安公司，提所谓身份证测试卡来使用，伫 UAT 的环境当中来测试。第二阶段是采报名的方式。个人或者是6个人以下的团队，拢会当参加。若是会当为做出所谓身份证成功，相关的奖金会当摕到500万。记者综合报道。